乡亲啊，继续来到高雄，昨暝是发生着重大的车祸，伫个仁武区，一台游览车家己去弄一个陷坑，一个人死亡，14个人受伤。游览车的司机讲，伊是为着要省时间，所以提早切入去机车专用的慢车道，因为车身伤悬，全去弄着陷坑。 啊是袂输像咧下头安尼，甲游览车的面顶挂下掉。坐伫第一位，一个80岁老乡亲当场就死亡了。这是一团25个人的旅游团，本地是欢欢喜喜到阿里山耍一天，想袂到因为驾驶贪方便，造成危险。跳水游览车伫日时看来搁较恐怖，规个车头互下掉，头前亲像是互切片同款。 到底是弄偌大力，才会弄干呢？来看事发当时的画面，游览车来到暗坑，规个车头是挤入去，车顶壳是红下一半去。昨8点外，高雄市仁武区水公路这件车祸造成1死14伤。这里头前第一位80岁的蒋老先生不幸死伫车顶。 查某囝真歹接受这个事实，跪伫涂骹骂号。又不要给他做80岁的大寿而已。未富贵80岁生日，周老先生骂爸父和厝里的人相识。到底是安怎？游览车会去弄伫暗坑？实际来看现场这个暗坑，其实目睭看得看出来，真正无悬。以记者164公分的身高来说，站进来这个限高2公尺的涵洞里面，手举高，距离桥墩其实目测大约剩下20到30公分左右的距离而已。警方透明调查，58岁教师讲，其实就是赶要下班，才会想要省时间。当时看到暗坑有一个限4.3公尺悬的标识，廖准讲慢车道嘛同款，都直接驶入机慢车道。结果来到暗坑，看到限2公尺悬、3.8公尺悬的大车，当时已经被护打洞啊，才会规粒车头弄入去暗坑内底。看到另外一个角度，监视器的画面，当时游览车确实就驶入机慢车道，也就是因为驾驶赶要下班，造成这场悲剧。一点20多位人的旅行团到阿里山佚佗，游览车驾驶即透早5点就出班，等到高雄事发进前已经接近8点半，超过15点钟的行程，驾驶可能已经精神无好，这敢是车祸原因，佮需要检警继续追查。是讲这群人就伫要到厝，所发生着意外，一场欢喜旅游，所变成互人心碎悲剧。 你好，我是宋彦明。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紧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